台北市长周万安宣示，今年是交通安全年，不过交通的问题也是真多。不少议员批评市长就任较大，1999投诉的案件，交通类占上多，有13万件以上。画面中会当看到自用小客车倒弯的时阵，甲对向直行机车相压，都是因为经过交叉路口的时阵，无依照路权规定让车。代志发生伫7个月初9，台北市中正路是士林区主要的大条路之一，平常时车流量大，民众嘛讲，确实常常有听到车祸弄掉的声音。囡仔嘛讲，有几落街过车路的时阵，拢有拄到车无停让行人的状况。你走过来，然后它一样会硬转弯。然后呢，就是你会怕说，如果你不停下来，它会撞到你。常常听到声音呐，蹦蹦蹦的声音呐。这条路大了，有时候就会飙车，也是一种原因呐。台北市长周万安宣示，今年是交通安全年，不过交通问题也是真多。面台批评市长上任到即马，1999投诉案件上多就是交通类，占13万件以上。市政府改造士林区中正路沿路路口，不过最近2礼拜也是发生超过20件的车祸。有关中城路交通改造，主要是配合新工处于路面更新时，一并针对标线重划、庇护岛的一个设置，以及路口的外推的一些实体工程，包含标线的一个改造，都会兼顾行人的安全性以及车行的顺畅性。议员进一步指出，交通投诉案上最前3名是公园处51700多件，高工处39000多件，也有停管处37900多件。公园处互人投诉的前10大项，有9项甲公车相关，包括过站无停、脱班、行车安全问题。高工处是飘线증식，一甲补位飘线，占总投诉量的3%5。反映交通飘线时间品质无好，像讲飘线型人行道落漆、破坑坐歹行、落雨了后积水这的状况。目前标线型人行道全台北市大概是有2200多条啦。今年目前巡查就是有脱落比较严重，我们有入案去补会，大概有67条是脱落比较严重的啦。针对飘线型人行道落漆修补，交工处工程队表示，每4个月拢会巡查所有飘线一届，针对青落漆的部分修补。不过，若是发现路边有破损破坑的部分，会回动新工处共同改善，同路边定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